昨是2024的元旦，由这个元旦婴仔来出世。即马因为台湾已经连续3冬人口拢是负成长，有妇产科的医师就有讲，这去年婴仔的人数可能会搁创新低，无到13万人。抱大出世的宝贝后生，妈妈笑甲真欢喜。27岁林小姐本来遗产期伫1月中，无想到初一透早熊水皮破去，紧急到病院了后5点外自然生，顺利生第一胎，嘛意外变做元旦囡仔。就还蛮兴奋的吧，就当时也没有想过，能生到元旦宝宝，对啊，就还蛮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经验吧。2024头一天，各地病院拢欢喜迎接元旦囡仔，因为台湾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，死亡人数比出世的人数较侪，而且出生率逐年降低。根据内政部统计，2020年新生儿的人数有16.5万外，不过到2022年新生儿敢若13.8万外，拢创下历史新低。有妇产科医师预估，今年2023年出世的人数可能较无13万人，甚至今年2年出生率嘛无乐观。很多人就是说我计划我明年要生啊，就开始很兴奋啊，是龙年啊，然后或者是我们诊间看到的产妇会变得来做产检的会比较多啊，可是目前看起来都跟平常差不多。根据统计，到初一下晡5点1个为止，台北病院甲3总分别有5个元旦囡仔出世，国泰病院有4个，台北市联医有3个，台北中景病院有2个，大安甲新光病院各1个。意思是讲，少子化已经变作国安危机，现代少年阿某无愿意生养囡仔，主要原因也是甲经济以及整体育儿环境有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